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欢迎收看2月5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台湾传统有烧烤钱的习俗，不过一旦伫抗地色会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所以为了兼顾习俗加环保，市府经过2冬的筹备，第一座符合环保法规的烤钱炉，将伫南区的火化场正式启用。这座就是市府开1450万伫南区火化场所兴建的第一座环保烤钱炉。除了一场会当烧300公斤以上的烤钱，专业的技术工法加上1000度温度，也有法度排除带后新的功能。经过2冬开1000万的时间，商务市长甲在地议员拢共同出席见证，同时进行第一座入库分析的启用典礼。3、2、1。台南市南区环保库钱炉启用典礼正式启用。要这个滑门有碰到了这个库钱炉才会启动，所以这个有安全装置，大家注意看这里。那边碰到了，碰到了之后，这个才会开始启动。当然，这是非常安全的安全滑门哦。那它等一下，它会把库钱往内推，往内推。咱这是采天然气瓦斯吼。台湾传统有烧烤钱抓厝的丧葬习俗，不过因为一场丧事往往爱烧掉几百公斤的烤钱，尤其若伫空地来烧，迄款空气污染不得了。所以第一座启用以后，市长表示，每一天上最当烧8场丧家的烤钱，希望政府甲民间合作，满足丧家的需求，卖当兼顾环保。为了保护这个空气，又要符合民间的习俗，过去在库钱炉的兴建以及如何减少民间它的这个露天焚烧纸钱所造成的空气污染跟周边的民怨，大家都煞费苦心。那我刚刚提到，这个地方我们新建了这个环保库钱炉，一天可以处理8场的这个库钱焚烧，这个部分。那但是台南市这是解决了部分的问题了，因为台南市有蛮多，一天大概就是光是殡仪馆处理的一天都有好几十个，这个告别的仪式，所以呢，我想这是解决了部分的问题，一定要跟民间协力，所以感谢工会的协助，感谢环保局的协助，感谢民政局还有殡葬所大家的努力，同仁很辛苦把这个环保库钱炉建起来，也希望减少这个空污，但是又有让后人能尽孝道，那让先人也能够得平安。虽然讲甲小环保烤钱炉只当解决部分丧家的需求，不过经过历届市长终于跨出成功的第一步，然后地方相当肯定。我觉得烧库钱这个以前都是在露天烧，会造成很多空气的污染，那民众的反应对身体健康也是有不好的影响。所以现在有一个这个环保的烧库钱库炉，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整个对环境的改善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效在，因为它不会随着季节的风向一直乱飘。对，因为最大受害者就是我们邻近的几个里，比如说明德里、明亮里、福兰里这几个区块的里是最大的受害者。那我觉得很高兴，今天的一个烧库钱的一个库炉已经启用了。那对整个大环境来讲，它就是一个最大的进步。除了南区这座环保局已经争取2座移动式烤钱炉，打算伫柳营设立，提供溪北地区丧家使用。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但是参考世界经济论坛推动全球工业4.0的标杆企业推出小葡萄计划，该计划就是鼓励台市制造业迈向数位转型。对此，副市长赵庆惠特别参访台南良丰企业，见证因伫5G 智慧制造的实验场所。台南市领先全国，成为第一个代理合作的5G 设备研发试验场域。
结合日本上大家电业者松下电子，甲台湾电子制造业5强之一的广达电脑，伫台南传统车顶制造业者龙丰起亚生产线顶合作进行符合日本丰田式生产的5G 辅助生产应用研发实验，和传统产业迈向数位转型。我们结合了广达，它是我们在电子资讯业里面全国的5强啦，哈，盛开嘛是全世界数1数2的。那加上我们现在在跟那个松下，日本的这个家产的这个也算是名列前茅的一个全国性的产业，3个冠军结合起来，在台南市做了一个在龙丰所提供的一个我们讲说实验电信的一个5G 实验场域。那这有几个意义啦，哈。第一个意义就是说，我们在传产里面结合了电子，是一个未来的趋势。那怎么样把这些我们现在看到的、刚才看到的一些模组，能够用 AI 的方式来让这个作业员或者这个程式员，他很方便的去做这一些操作。那一个可以生1万个，所以我们在模组上面的建立呢，它就会更快速、更便捷。在金华局努力之下，也让台南摕到全国第1张5G设备专网使用执照。我们经发局拿到了全国第1张有关于5G 电信实验场域的执照，全国第1张。那在这个龙丰的加持之下呢，我们可以在车用系统上面做这个所谓的 AI 上面没有这个所有的这些模组的训练。刚才有做一些介绍，就是传到我们的那个运算中心。立即传到现场，所以将来如果大家要做一些作业的一些操作，你可能就被 AI 的这个指导师直接在图片上可以做一些辨识跟指导。台南小葡萄1号的龙丰企业创立在1978年，是台南市传统产业隐形冠军。创办人林耀条董事长白手起家，带领龙丰企业为台南发迹，将商品销售到世界各地。作为市府推动5G 设备试验中药的第1号，成为台南传统产业升级的重要里程碑。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为了感念所有器官捐赠者大爱精神，基比下中心民国98年在建设立纪念墙，伊伫器官捐赠的观念宣德有成，所以积极进行墙面的整修。伫原本198面扩大到473面，也增设多媒体电视，互家属来遮会当随时纪念。基比义工少年乐团就伫演奏，表达对器官捐赠者的感念甲对思，嘛伫优雅音乐声中，基比医学中心器官捐赠纪念墙扩大整建。伫捐赠者家属、甲受赠者代表共同参与，正式举办落成典礼。会中基比医学中心院长邱中庆甲副院长田玉峰嘛亲自到场，表达对民国88年到今总共166例捐赠，造福760位受助者，所以墙面已经无够使用。除了争取感念捐赠者，嘛持续推广器官捐赠，用爱来传承生命的观念，整个气氛嘛有各界相当感动。很多家属的活动的时候，我们都有时候会听到家属分享说，在医院有一个角落可以让家属想念自己的家人，对他们家里的人来讲是意义很不一样的。尤其他们还会把那一个空间啊，想念家属的时候的一些心情啊，把它画下来。所以其实我觉得能够在医院有一个这么温暖的地方，然后能够把大家的爱跟善的能量不断的传递下去，我觉得这个其实奇美做得很好，就是对家属来讲，不只是捐赠，捐赠完之后呢，还会一直让家属感觉到那种温暖的陪伴。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想要跟奇美多多学习的地方。纪念墙边嘛新增加多媒体电视，透过彰显捐赠者的生命故事，互来到者的家属会当再次对思。其中陈小姐的爸爸的捐赠感冒加肝脏，拄好今日生日，查某囝嘛借出传达生命顶头生的感动。很感谢奇美医院设立这个纪念墙，让我们捐赠者家属有机会可以来这边对我们逝去的家人做一些怀念的机会。那这几年慢慢的器官捐赠这个活动大家都比较能够接受了。那
我个人也是非常支持器官捐赠这个行为啦哈。那可以遗爱人间，然后让生命可以继续延续。这座器官纪念墙的设立，嘛参像小天使当上同款，承载20当来所有捐赠者的大爱甲生命故事。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根据交通部通报的最新资料，台南109年度整体交通事故受伤下降幅度已经是6度上济，不过死亡事故的降低也有待加强，所以今年度交通局特别锁定老大人偏悬的死亡事故，成立高龄事故防治小组，准备下乡来宣导道路安全。交通局表示，今年各项交通安全的推动，有关以机车、老大人甲少年族群作为事故防治重点。其中，去年1月到11月事故死亡人数有166位，其中老大人74位，已经占4:5的高比例，所以特别成立高龄事故防治小组。希望透过大数据的分析，来找出容易车祸的路段，来进行车道路型的检讨，也是合计的改善，卖下乡结合区里社区的力量来宣传。针对 A1 跟 A2， 我们透过大数据的一个分析，我们详细的一个找出高龄者的一个事故，它发生在哪一个区、里、路段、路口，它的一个时间以及它的一个成因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那这边的话，其实我们就能够做一些比较细致化的一些分析之后，我们来做一个对症下药。那透过工程、教育、宣导、监理跟执法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多方的一个管道齐下，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形来跟他们讲，因为毕竟就是说阿嬷他们可能乡下的地方，他们其实都会认识。那只要听到身边有人，因为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故形态发生的话，其实他们会比较有感觉。我们认为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在地的一个直接说明的话，方式会更明确。另外，根据1月份的统计，因为驾驶对路况无熟、机械操作无熟，也是精神无好等原因所造成死亡事故嘛偏悬，已经占总体死亡事故的50%。所以交通局嘛提醒，特别要过年，开车进前一定要困眠充足才出发，同时检查车况，遵守交通规则，才当保障安全。台南新闻军及何超邦采访报道。先听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说到台南，你想到什么呢？是美食、古迹，还是丰富的人文景深呢？请跟着我们的脚步，欣赏百工百业专家阅览多样的人文风采，一同开辟阅读新飞页。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台湾人民每一当结合社会各界力量来募金理财，都希望让弱势赶快当享受过年的气氛。而今年爱心行动已经迈入第7档，上午东部地议员3个联络处展开，有计送出1000份的乌骨鸡。针对南区、中西区的单亲离小、边缘户甲低收入户，议员林美燕每下空间组成爱心会、妇女联合会以及中华九子组成会等爱心人士共同认购，亲自将乌骨鸡礼盒送到弱势手中。过年的除夕夜你就跟人家总啊，这个可以做过的。对呀，热腾腾的汤啊。对呀，好一个喜家给。好，好不好？好，祝大家好哈，新年快乐！大家万事如意，新年快乐！为了让弱势赶快当感受过年围炉的气氛，这7档来靠着民间团体爱心，每一档拢帮助超过1000个家庭。特别今年受疫情影响，对弱势增加，真侪行业营收嘛无比较早，所以议员相当感谢这群爱心团体资源持续收听。
和社会温情脉脉。寒冬的时候哈，有感觉到说哈，我们的有一些中低收入的、还边缘户的、单亲的哈，他们有需要这样过年之间哈，然后让他们有一个很温暖的一个年菜，表示一个心意啊哈。那这个已经进入第7年了。那我们今年准备的是那种乌骨鸡，养生的乌骨鸡，让他们能够过个团圆饭哈这样子，让他们能够大家好过年这样子，对。那这是我们长期以来持续在做的一个服务关怀这样子。我们发现单亲的家庭呢，在就是平常就是在资源上面就比较欠缺一点。那有时候单亲家庭就必须只有一方的。不管是爸爸或者妈妈，他必须平常就要负责生计。那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要办年货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时间真的是不够用啊，是不？那我们就是我们康万金爱心会还有妇女联合会，我们觉得说，在过年我们希望是每一个人大家能够过个好年，过个团圆的年。所以那时候我们花旗是觉得说啊，那我们干脆花个年菜，最基本的年菜哈，送鸡。这个鸡就是很方便，你只要买些菜了，就是放在这一起煮的情况下，马上就有一个非常热腾腾的年菜啊，大家就可以过团圆的一个就是除夕夜。根据了解，其中空间主神爱心会除了7档来协助目前年菜种树爱心公益已超过11档，包括协助无力负担丧葬费用的弱势，要石门等4间国小课后辅导等等，加到1档爱投入1000万的资源，相当使人钦佩。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开启用工长期热心公益，这摆甲京东以及盛美2间公司合作，分别捐赠小型的水上车、甲消防救灾设备。上月5号举行捐赠仪式，场面相当危险。台南市的旧城区道路细条、巷弄较侪，特别需要中小型的消防车。开启预防工热心公益，结合京东、盛美2间爱心企业，捐赠小型消防车。以及消防手套、消防鞋、抽烟机、照明设备等，协助加强台南市的救灾能力。市长黄伟哲嘛特别出席捐赠典礼，颁奖表扬。消防局也特别准备了消防车造型的一个感谢讲座，请市长正与我们的开基玉皇宫表达消防局的一个感谢之意。台南市的城区在旧市区里面，道路狭窄，巷弄多，那所以说特别需要中小型的这个救护。这个消防车，2天前台南市才刚发生，就是为了巷弄的火警拉了120公尺的火线去灌救，所以说可以知道说我们真的很需要这种像中小型的消防车来守护市民。若这个较细台这消防的人士捐出来，当然咱家用的这是足对的，嘛会当互咱这靠的兄弟，莫讲一个区域遐大，所以我2架车。这边驶到迄边啦，安农区遮大车驶到遐看时，规到要15分20分去啊！迄火都差烧要了啊！所以这确实是有需要。就算我天公庙无法度总搞，但是咱这议员辈民员慢慢甲市长斗下手，加减啦这款细节足重要。 5日的捐赠仪式包含消防局长李明峰、安南区长叶志明、开基预防工主委涂大湘、京东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凯翔、盛美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叶展仪，以及市员陈怡丁、黄丽娇、李中勤、沈振东、李启维，甲消防局代表等贵宾共同见证消防水上车启用。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 以推动公益作为一段理念的大堂，中营酒店今年进前特别联下大都会客运车队，上述40份澎湃年菜到新地障碍者日间服务中心，市长嘛高调见证，感谢酒店甲车队爱心。 大堂中央酒店长期热心社会公益，虽然目前由完是疫情时期，也是持续办理关怀弱势活动，结合饭店餐饮专场，设计出一道道美味又搁可口的年菜佳肴，同时结合大都会客运车的配送活动，将这温暖美食送去到台南市15间的弱势机构。今天花花招招的，总共第一个台湾糖业公司跟台湾糖业协会，还有大都会卫星车队，还有我们总共70多位的会员的论监，还有200多位的住宿跟餐饮的一些会员，
还有我们178个员工共襄盛举所结合出来这一次的活动。那除出这一次，我们分了3天，把总共400多份的一个餐点送出，总共15个社服团队。我们希望在这一个整个寒冬过程中，感受到这整个大家对这些社服的团体的他们的一个送暖给他们。这一次我们已经进入到第7年，我们从来不会忘记这些，需要我们需要关怀这些人。那今天很感谢有这个机会，借由这个机会，大家多关怀这些社福的这些团体。为了感谢大同中央酒店长期关怀弱势身形义举，市长王伟哲嘛特别出席活动，亲自颁发感谢状。好，我们谢谢我们长荣酒店。台糖长荣酒店来对于热复医事中心、热复中心的弱势团体能够这个帮忙，他们希望提供年菜，希望他们过一个快乐的好年，这点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动。那我想这个部分台南市政府一定会全力来协助，因为坦白讲，政府施政是有一定的规定，有些人规定还不符合，但是事实上的部分就很有赖于很多民间社会的注意。那瑞复中心长久以来帮忙我们身障弱势的人能够有一个安稳的家，那他也很需要社会各界伸出援手来帮忙他们。大同中酒店过去6冬来，每冬拢会举办岁末爱心围炉感恩餐会，邀请10多间社福机构做伙围炉用餐。今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以及配合全国防疫措施，特别调整办理的形式，结合大都会客运车配送年菜，将社会大众的爱心传达到社福机构，甲新生障碍者一同分享，希望会当送出祝福，传播关爱。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受疫情影响，真侪民众尽量无去病院，嘛，互子宫颈抹片检查人数比去年减真侪。不过，因为子宫颈癌是女性癌症死亡率的第7位，而这检查嘛是上界有效的预防，所以基比下中心对来鼓励民众用药来检查，嘛推出快速的检查门诊，希望增加女性朋友检查意愿。根据统计，台湾妇女子宫颈癌每一年大约有3900名新确诊的个案。子宫颈癌的死亡率伫女性10大炎症当中占第7名，但是其实只要做子宫颈抹片检查，就会使有效降低死亡率。基美下中心的医师苏若泉也表示，子宫颈抹片的检查非常的简单、快速而且袂痛，呼吁妇女朋友要把握疫情舒缓的机会，完成每一年子宫颈抹片的体检。同时，基美下中心也有推出快速检查的门诊，提供民众更加方便的检查环境，鼓励民众踊跃来检查。来呼吁大家说，如果能够早期来接受这个子宫颈抹片的检查，然后早期发现癌前的病变呢，那就是可以预防它接下来变成了侵袭癌。然后如果变成侵袭癌，就会有比较不好的预后，所以早期的发现呢，可以就是早一点的把它处理这样子。那我们就是要介绍我们这个在奇美医院呢，它礼拜1到礼拜6的早上啊，它都有一个由女医师来执行的那个子宫颈抹片的快速诊。那在这个快速诊里面呢，就可以让这些女性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这个快速诊，不用去和其他妇科的病人们一起等待，它可以就是在专门做子宫颈抹片的一个门诊。那它可以节省掉很多妇女的朋友们他们的等候的时间，然后在这个有疫情的风险状况下，也不用在医院待太久。医师提醒，要接受检查的女性要注意，前3天要避免性行为、阴道的灌洗等等。如果有感染的症状，亲像会痒、无正常的分泌物，建议先治疗后再接受检查。卫士的期间袂使检查，上好的时机是卫士完全结束后3天到5天。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以上就是2月5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非常感谢你收看，咱再会。